啊，你看现在就看你这架势，准备扎根长干了。哎，哦啊，我觉得你应该去搞个脱口秀。我是那么没节操的人吗？啊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这人卖艺不卖身。我现在就是那个王八哈，王八吃秤砣，铁了心了，绝对是啥也不学。那你来战战连干嘛呢？呀，这不是你我的实力在这摆着呢吗？梦啊，你要不直接跟连长说得了，你不想在这待？那多丢人啊！虽然你们几个背信弃义，我可是讲义气的人，我舍不得你们哥们几个。哎呀，哎，班长，慢点，年轻人就是活泛啊！这聊着天都跟说相声似的。小夏，这我教你的任务吧？是师傅，您检查。别叫我师傅啊！这部队不兴这个，叫我老王就行。那怎么行？我在您这儿学了这么多东西，也应叫你一声师傅。就是，尊师重道乃我中华民族千年之传承之美德。哎，要不这样，在我的，拜师嘛。哎，别忽悠我啊！我老王什么水平，我心里清楚。我农村来的，初中毕业，你们呢，正经大学毕业，天之骄子，谁拜谁师还不一定呢。师傅，你太谦虚了。你看，就冲这个小夏啊，我得叫你一声师傅。你说我老王，我这么多年了，我想把代机库这风水电系统这个线路图全部给它画出来，总是差这儿差那儿的。你看这才几天呢，你愣给画好了，你这不一样，这就是不一样。风道锁好了，锁好了，走去下一个点。是。哎呀。我说老吕啊，这战士连的全能绩效你也是建起来了，这6位教授的课你也安排好了，咱是不是该关心一下这学生偏科的问题啊？怎么不关心了？说说吧，什么问题？自己看。这不挺好吗？啊，挺好。这么偏科你觉得好？啊，我觉得挺好的。这全连80%的人都跑去投到发射号主董大平和驾驶王永成的门下。这专注的老刘和风水先生王显民名下几乎没人。这么下去，怕是不行了。有什么不行的呀？啊，咱们之前不都是说好的吗？啊，6门专业啊，自主报名，通过考核，择优录取。是，可这么偏着科学，将来不符合咱们的要求啊。我想啊，咱们是不是帮着安排均匀一下？安排什么安排呀？啊，安排了，不就跟以前安排学习训练没有区别了吗？到时候让谁过，让谁不过。我们需要做的啊，就是不干预，让他们自己选择，选择好了，选择坏了，那都是他们自己选择的。我们就看考核的最终结果，6门专业最好的，综合业务能力最强的，那我们就要了。那什么学腿的，啊，偏科的，还有单项业务能力特别强的，一律不要。咱们这次就是要跟以前有所区别，不一样。行，那就按你说的，让他们自己选。我这2天呢，让他们交流一下，让他们明白全面发展的重要性。哎，适当的沟通有必要的啊，毕竟这时间紧，这万一要是来不及了呢，对吧？行。哎，等会儿，刚才好像看见王显明手底下就一个报名，谁呀？夏卓。哟，夏卓，这个臭小子啊，这明显脑袋瓜子就好使。没那种一个专业都没报的吗？还真有。2排的易子梦表示愿意接受调解。易子梦，哎，这个臭小子，你下来，好好的那个点着他啊。有这个必要吗？你不是说不干预？有，很有，非常有。我告诉你，这个臭小子就没憋什么好屁。我是怕
别起到连锁反应啊！哎呀，小夏呀，实在是没办法，这俩孩子都病了，你嫂子一个人在家，她也忙不过来，我才跟连长请的假啊。放心吧，师傅，阵地上风水电路的事情我都会盯着。是，我是放心你，我才敢请的假嘛。不过放心归放心啊，我还得叮嘱几句。一是咱们这个备用电路的问题，我跟你说啊，一定要准备充足了，以防意外断电。还有这个电力负载问题啊，你跟这个风控值班室多联系。好，为什么？咱们这个待机库啊，使用了10几年了，而且这冻库里边潮湿，电路系统也老化了，你得经常检查，防患于未来。放心吧，师傅，我都记着呢。行，记住就好。我走了啊。小夏，还有一个，咱们那通风和地下水抽排，你也得经常去看着点儿。其实看咱们这个阵地管理工作很简单，就是多用脑子，多操心，多跑腿儿，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。放心吧，师傅，我会盯着，直到您回来。好的。正好我也去阵地巡查巡查，有几个待机库的末梢枝杈，我还没有绘在地图上呢。好，走。那个，这2天我带你查那个通风的电机，咱不是维修了吗？你再去看看，是否运转正常。现在这气候不一样，容易产生强对流天气，这雷暴啊说来就来，提前准备好了，防患于。放心吧，师傅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好，赶紧回去，别让师娘等着急了。师傅，你怎么回去啊？这会儿还有车吗？老规矩，跑着回去，锻炼身体嘛。走。那个小夏，我都知道我自个儿我老了，磨叨。你看，走。路上小心啊！知道了。全年1半还多的人都学了发烧手。嗨，你们看啊，学驾驶运载车的人排名第2多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咱们这2年还有一个什么都没学的呢？一个都没学，这谁呀？易子梦。开主，开主，我在这儿呢。开主，下主，干嘛？我找你点事儿，你能不能跟王景明说一下，能不能来收徒弟吗？我想拜他为师。你想好了啊？没问题，我问问我师傅，我师傅很好说话的。那你替我跟他说说。行。你先陪我去趟后山呗。干嘛去啊？来了就知道。下主，我让你带我去拜师，你这带我去哪里啊？我给你找一块好的木头，给你做一把新的吉他。哇，真的？真的？那你太厉害了。站住！口令：不学，无术。这什么口令？证件。给。干什么去？我去检修通风口的出口。检修完之后，注意恢复隐蔽设施。是。走。好。
小卓啊，我们还得走多远啊？你别告诉我要爬到山顶上去哈！要是我的位置和方向没有判断错的话啊，咱们应该快到了。我们怎么知道位置有没有问题啊？到底是对还是错啊？啊！哎，累死我了，休息会儿。哎呀，你看那边制高点啊，咱们要爬到那上面去，观察一下地面周围的参照物，就可以知道我判断的正不正确了。我纠正你一下啊，不是我们，是你自己啊！你赶快突击上去，看看位置是否正确，我掩护，快去吧。行，我自己突击一下啊。行。你好好突击哈。哎呀，梦啊，快上来！怎么了？判断错误了吧？错。你快上来啊！这小子来了啊！你这人啊，这太聪明，你别废话了，没聪明误。哎呀，精准命中，赶紧来帮忙啊，真的。小心点啊！转向，稍息。咱们导弹测试专业，在外行人眼里高深莫测，其实呢，关起门来讲，会者不难，难者不会。众人眼里的大杀器、大国利剑，在我们的脑子里，那就是每一个元件与线路的有效连接。我们可以无限的接近在别人眼里神秘无比的导弹，我们必须非常熟悉在别人心里威力无比的导弹。干我们这一行，做好以下3点，就可以出师。第一，细心加勤勉；第二，勤勉加细心；第3点，
在前2点的基础上，要更加的细心，更加的勤勉。听清楚了吗？是。欧阳俊到，为他们每个人发放电路图册。是。解散。哎，欧阳呀，我来帮你啊！哎，一人一本啊，人人一本，好好学，好好背啊，要理解啊，好吧？来，谢谢。妈，你有没有觉得咱们待机库里面的空气很憋屈？就算开着通风系统，憋屈，我觉得是极度的压抑。你这也太夸张了。我说的是物理方面的，你说的是心理方面的。哎呀，你说这俩意思，我还是觉得是一个意思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很快就会从物理范畴去解决这个问题了。哦。看来我想的真的没错啊。啊？走啊，跟我来。想哪？哇塞，这地儿也太恐怖了！我天哪！哎，啊，你说谁会把这儿的电给切断了呢？不能啊！哎，王显民管这阵地很久了，他对每个角落都很熟啊，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啊。我一定要想办法把这 C2的电源给接通。莫啊，帮我看，来。珍惜机会吧。能回来不容易，别得过且过了。部队里一切看成绩说话，行就上，不行自己都待不住。对了，忘了提醒你，书拿饭。等过。
找他们有点事情。去吧，谢谢。班长，有事？我在实习第2专业，师从王显民班长，能不能麻烦你打开东2路？东2路，北3路，北3路，南7路。可以啊，校长，这样一来就舒服多了。校长同志，谢谢班长。哎，小夏，来，师傅，你是不是把那东2路还有北3路的风道打开了？师傅，您光凭这感觉就能知道，还是说您就是猜的？这东西能猜吗？根据我多年的经验啊，你现在开着的是南7路、南 A1 路、南19路、北2路、北7路。你把原来的南7路、西6路关了，对不对？我的天哪！师傅啊，我简直是太佩服您了。您知道吗？自从我拜您为师的这段时间，我才知道，咱们这个阵地的待机库，简直就像一个地下的小城市一样，错综复杂。光分布在东西南北的那些大大小小的通风管道，就有不下几百个。您光凭这感觉就能知道我打开了哪些，关闭了哪些。您真的是一个时时在运转的一个中控电脑啊！行，师傅，我求求您了，您告诉我，您是怎么做到的？想知道？想。我教你啊，这个炸酱面你吃过吧？我吃过呀。哎，这个炸酱面里面这酱，就得通过时间去熬，熬啊熬啊，熬着熬着，水分就没了，剩下的就是油。没想到啊，这当兵还挺有意思的。那是啊，小夏，你是想当油啊，还是想当水啊？我还是想当那个面。同志们，业务考核正式开始。跟咱们之前说的一样，每一个人必须掌握4个号位的所有的前端操作。也是时候该检测一下各位3个月来的学习成果了。游戏里有一句话，是时候展示一下你们真正的技术了啊！下面，我宣布一下今天考核的人员。今天，也是咱们考核的第1阶段。1排1班、3班、5班；2排1班、3班。今天一共考核8个架次，共计32人。大家看一看，来，我前面有一个盒子，
盒子里面放着8组号码，每一组4个相同的号，也就是说，你们摸到了相同的数，就分到了同一个车组。选完了之后，在这个箱子再选一下，这里面一共4组数字，分别代表着指挥号手、侧发控号手、通讯号手和驾驶员。凑到了不同的数字，就对应着不同的号位。在我身后呢，这2辆车里面已经装备了自动测评系统，4位老兵也会根据你们现场的操作进行评估。也就是说，在不同的号位进行评分，评分有高有低，绝对的公平。咱们来一次优胜劣汰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好，开始吧。1至3组，这边；4至8组，这边。开始。加油！准备，走！加油！转，齐步走。下车，好好走，好好走啊！一个劲儿，一个劲儿。快点！哟，恭喜你啊，跟我一组，我算超挺当你去的。你看我呀，我没那么幸运，怎么能抽到跟你一样呢？告别了，兄弟们！哇塞！走。下手，你怎么都没怎么好好学啊？只有你吗？也对呀，不是你记得谁呢？哎，你说，咱们来个什么朗班长、陈班长，哎，那不齐活了吗？加油，转，齐步走。特发控号手，走。指挥号手，走。这么有默契啊！来，手劲儿，是。4号，驾驶员是，走。3号，通讯号手，走。是。2号，特发控号手，走。王浩军不用抽了，指挥号手。是。哦，没想到是你电话啊！我不行，侧发控号手我行。没事儿。哎，小赵，哎，咱俩换一下呗。通讯号手不行吗？驾驶员我自己行。不用了，就更好熟悉一下每个位置啊。哎呀，换一下嘛。我说2句。
同学们、战友们，能抄到一起，大家都是中奖了。现在我是社长，听我指挥，你们别紧张啊，照常发挥就行，就照着咱平时练的操作。现在每组考核2个加，前面还有2组，咱们赶紧把所有流程对一遍。怎么对呀？还记得下周在树林子里面无数吃鸡吗？啊？啥时候？你不在。对，平时我们都太注重自己喜欢的专业，趁这个时候好好把操作和口令都对一遍。反复对，一遍要比一遍快。只有把所有的操作流程记在脑子里，到时候才不会出错。哦，怎么了？我不行，测好。怎么？你不行也得行，你必须行。来，好手就位，好手就位。下面进行全车外观检查。4号号手好，3号号手好，2号号手好。全体注意，测试开始，第一组起立，到达指定位置，加油，走，跑步，走。2号好手和3号好手进入车内，4号好手随我进行车体检查。4号好手工作开始。主电源开始供电，车载系统开始供电，全车取电供电，检查车载温度，检测全系统温度。4号好手随我回入车内，3号好手开始。是，系统家电，计算机家电，设置系统模式，测试系统，发射助燃设定，设置发射系统模式，随时等待相机命令。 2号好手开始工作。导弹系统家电，导弹系统家电，导弹导体家电，然后导弹参数校对进入发射程序。对，导弹参数校对，进入发射程序，随时准备。哦，你先别紧张，所有的训练我们都背了好几遍了。 训练跟考核都一样，你就按照平时那么做啊。对，跟平时那么做，放松啊。训练和考核不一样，训练能犯错，考核能吗？不能，犯错会被淘汰的。导弹起出。火力助援，传输火力助援。3号好手展开电缆，展开电缆。2号好手导弹起数，导弹起数。再往下，左边第2个按钮键。左边第2个按钮。全车先电管装置撤离，前方掩体，开始抖动，打开保险。 接通电路，预发射。5，打开保险，接通电路。你先别点火，一子梦还没有完成电路接通呢。我是可以等的，他们能等吗？考核能等吗？别忘了，这是自动测评。我只知道，我们现在4个人是在一起的，1个人不行，全都完了。我要去。夏老说的对，现在我们前面还有1组，我还有时间。有时间。 下一组，请到达考核指定位置。加油，位置，发动。考核时间、打靶时间都干嘛去了？别争执了，也别讨论。现在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让易子梦顺利完成考核。哎呀，别吵了，都怪我，平时不努力。 罗啊，别慌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最糟糕的就是我们都通不过，没有什么好紧张的啊，自信点。
一嘴信。车长，继续。来吧，打开保险，接通电路，预发射。打开保险，接通电路，预发射。 5、4、3、2、1，点火。来，继续，再来一遍。好手就位，好手就位。下面进行车里稳稳检测。4号好手，3号好手，2号好手，2号好手，3号好手进入车内，4号好手随我检查车里情况，4号好手工作开始。主电源开始供电，车载系统开始供电，全车曲力供电，检查全车温度，监测各系统温度。 4号好手随我进入车内，3号好手开始工作。系统家电，计算机家电，设置系统模式，测试系统发射主源计算，设置发射控制模式，随时等待上市信息。2号好手开始工作。导弹系统家电、导弹导体家电、导弹参数校对，进入发射流程，开始进入瞄准状态。2号好手传输火力助援，传输火力助援。3号好手展开电缆，展开电缆。 2号好手导弹起束，导弹起束。全体携电火装置撤离，前往掩体。第2组邓伟，第3组起立，起立。后座。坐。立定。 向左转，向右看齐。你先看，好手就位，好手就位。4号手，2号手，展开射位，展开射位。 4号手，开始工作。主电源开始供电，车载电源开始供电，全车曲力供电，检查全车温度，监测全系统温度。合成。2号手开始工作。导弹系统家电、导弹导体家电、导弹参数校对，进入发射流程，开始进入瞄准程序。 3号手开始工作。系统家电、计算机家电，设置系统模式、系统测试、发射主源计算、设置发射控制模式等，随时接受上级信息。2号好手，传输火力助援，传输火力助援。 3号手展开电缆，展开电缆。导弹起束，导弹起束。全车携点火装置撤离，前往掩体，开车走通。3号手开始接线，开始接线。铁两地。
手，接通电路，接通电路，接通好，进入发射窗口期。一提到未来啊，我想过无数可能，会跨山，也追风，冲撞一段段旅程。顽劣小孩，长成可靠的大人，我没想过有一天戎装一身。我仰望的蓝天，归属于我的灵魂。我双手的长剑，筑起坚固的家墩。午夜时分，总要有人守着灯，叹气息声，是荣耀回归了星辰。